换一只猫仔月娘互我看。这只猫仔是安怎会飞？先喂喂，再来问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这只猫仔是安怎会飞？我一只喂牛。哦，伊是月娘哦，哇，安尼洗转来。啊，我问你哦，伊若是猫仔安尼边仔会青是啥物？唔知。好，安尼我要甲你讲哦，咱来讲一个啊，你感觉月娘是查某的对无吼？是安怎？你感觉月娘是查某的？因为这水，就是哦。啊，日头就无水哦。日头无水，安尼哦，好来，我甲你讲哦，古早进前，咱天顶有10粒日头。我有听过迄个故事。真的哦，你听阮爸有无？阮爸爸有甲我讲。安尼你先甲我讲10粒日头的故事，好不？不，10粒日头。好，安尼这个版本可能会甲你听的无啥共款，因为我甲所有的故事拢去我做过啊。来，有10粒日头，啊10粒日头，你感觉大家过了啥款？会做热。足热啊，嘿啊，日啊晒，暝啊晒，哦，流汗闪滴，啊树啊拢无水，干哭哭，连伊都翘起啊，哦，足艰苦，安尼要安怎？有一个庄仔头。因为大家拢过袂落，你拢种袂起来，大家拢腹肚枵，想讲安尼袂使，10粒日头伤济啊！咱吼爱甲减较少。这2个人伊有去到日頭的所在，毋過因為傷熱，佮無物件食，佮無水，所以射攏袂着。2個我翹起啊，失敗啊！啊，因有一個第三個，伊迄個第三個伊毋是滑頭轉去，轉去到因莊仔頭的時陣，啊頭毛喙鬚白，已經嘛是要翹起啊！伊就甲大家講吼，咱安尼袂使，因為日頭足遠的，若干安尼過去，咱無人會使完成伊。個人過來啊！哦，你安尼我真歹哦。好，來，3、4，哦，這5粒無去啊，6、7、8，哦，安尼剩幾粒？哦，剩2粒，啊，有1粒是毋是壁凊寒？啊，伊就冷落來啊，啊，冷落來伊就袂燒啊。本底因佫想講，安尼愛佫加另外迄粒佫寫落來。啊，迄同伴就甲講吼，毋好啦。咱嘛是爱留日头，啊无咱拢无光。想想会讲，哎哟，有道理哦。啊，咱要安怎？着甲日头参详啦。拄则迄日头是毋是惊着？哦，我知影恁拢足厉害，拜托莫甲我抬。2个着参详讲，安尼好，恁即马恁有2个人，